近期，香港娛樂圈又因為一則爆炸性新聞炸開了鍋。前 TVB 視后楊怡現名楊茜瑤同老公羅仲謙現名羅子溢嘅婚姻，竟然以一種極之難堪、充滿爭議嘅方式玩完咗。2025年9月，呢個原本平平無奇嘅月份，就因為呢對曾經備受矚目嘅明星夫妻，變得風起雲湧。據港媒多方打探，9月初開始，圈內就已經流傳住小道消息，話楊怡同羅仲謙嘅婚姻出現咗嚴重危機。先有人見到楊怡自己帶住個細路仔，成日出入醫院，個樣憔悴到唔得。跟住又有狗仔隊拍到羅仲謙深夜同一個神秘女子喺酒店附近好親密。呢啲零零碎碎嘅線索，就好似拼圖咁，慢慢拼出一場驚心動魄嘅婚姻大呼。9月28號深夜，香港西貢一間私人會所入面，一場足以震動全港嘅離婚談判正激烈進行。會所外面大把記者守住，閃光燈成日閃，透過嗰扇關得實實嘅玻璃門，都隱隱約約感受到入面嗰種緊張到爆嘅氣氛。張台上面成百張照片散咗一地，有嫩模林戀情嘅半裸床照，個樣眼眯眯，姿態好嫵媚。仲有羅仲謙同好多個女子嘅親密合照，每一張都好似一把刀，刺痛住大家嘅眼。仲更加驚人嘅係，一份寫住子宮代孕協議嘅文件都喺度，好似喺度講緊呢場婚姻背後唔為人知嘅黑暗交易。我妹嘅子宮唔係提款機。突然間，一聲怒吼穿透玻璃幕牆，原來係楊怡嘅家姐楊卓娜。佢個樣好憤怒，眼入面滿滿都係心疼同不甘心。呢一聲怒吼引得門外記者成個瘋狂咁按快門，一場牽動全港嘅大呼就此拉開序幕。同一時間，楊怡喺社交平台發咗篇長文，配圖就只係一張破碎嘅婚戒相，寫住9年，我餵飽咗你嘅野心，但就餓死咗自己嘅靈魂。短短幾句話就道盡咗呢9年婚姻入面嘅無盡心酸。呢場離婚大呼，從最初嘅 TVB 事後倒貼軟飯男嘅爭議，到嫩模床照門爆發，再到代孕協議嘅驚天反轉。每一個環節都充滿住懸念同爭議，徹底撕裂咗香港娛樂圈嗰種看似光鮮亮麗嘅體面。時間返到2012年，羅仲謙同楊怡因為合作 On Call 36小時而擦出愛火花。嗰時嘅楊怡早已經憑住出色嘅演技同多年嘅努力，成為咗 TVB 當之無愧嘅視后，喺娛樂圈有着極高嘅地位同人氣。而羅仲謙就只係一個喺三線徘徊嘅男星，名氣同資源同楊怡差好遠。兩人嘅戀情曝光之後，即刻引起好大嘅轟動。港媒一向都擅長搞話題，以車震門做噱頭，大肆報道。嗰時有狗仔隊拍到楊怡伏喺羅仲謙條腿上面嘔吐嘅相，畫面一曝光，即刻引起公眾嘅廣泛關注同猜測。雖然兩人好快就澄清，話楊怡只係醉咗，但羅仲謙軟飯男嘅標籤就從此穩穩當當咁貼喺佢身上，好難甩得掉。2016年喺輿論嘅巨大壓力之下，兩人依然頂住各方質疑，走入咗婚姻嘅殿堂。楊怡更加斥資千萬買樓做婚房，呢份對婚姻嘅投入同決心可見一斑。婚後，楊怡仲改名做楊茜瑤，據話茜同謙同音。而瑤入面藏住個兒字，呢個舉動被好多人解讀為佢係為咗求子而改名，可見佢對呢段婚姻同家庭嘅期待。婚後，楊怡逐漸淡出幕前，將更多嘅精力放咗喺家庭上面。2020年，佢生咗個女兒小珍珠，一家三口嘅生活看似好幸福美滿。2023年，佢又生咗個仔，實現咗兒女雙全嘅夢想。然而喺呢個看似圓滿嘅婚姻背後，其實早已經暗藏洶湧，一場風暴正悄然揚。據一位接近楊怡嘅圈內人透露，羅仲謙喺婚後嘅生活入面，長期都依賴楊怡嘅經濟支持。呢位知情人士話，羅仲謙平時花錢大手大腳，但自己又冇咩收入，連部電話壞咗都要等楊怡收。佢出面裝得好風光，但返到屋企就好似個巨嬰。
仲更加驚人嘅係，從2024年開始，羅仲謙成日出入中環一間私人會所，同亂毛林婉晴關係好密切。一位喺呢間會所做嘢嘅員工匿名爆料，佢每次嚟都會帶一個黑色行李箱，入面裝住換洗衣物同相機。有一次林婉晴醉咗，佢直接將佢抱入 VIP 房，第二日朝早先出嚟。我哋都覺得佢哋關係唔簡單，但又唔敢問多。2025年9月15號，香港狗仔隊經過長達3個月嘅蹲守，終於拍到決定性嘅畫面。羅仲謙同林婉晴喺淺水灣別墅度共度咗40分鐘，期間窗簾關得實實，但狗仔隊憑住專業嘅設備同敏銳嘅觀察力，透過長焦鏡頭捕捉到兩人親密擁抱嘅瞬間。仲未完，跟住羅仲謙嘅手機被黑客攻破，近100張同唔同女子嘅親密照流出，入面唔少都係好露骨嘅內容。呢啲相一曝光，即刻喺網絡上面引起好大嘅轟動。羅仲謙嘅形象即刻崩塌。據在場人士透露，羅仲謙最初仲試圖否認出軌，佢個面攻到爆，大聲咁話：相係 PS 嘅，呢個係有人故意整我。然而，當楊怡芳播放會所監控視頻嘅時候，佢個面即刻變得蒼白。視頻入面，佢抱住林婉晴走入 VIP 房嘅畫面清晰到不得了，佢嘅辯解顯得好無力。突然間，羅仲謙情緒失控，佢猛地站起嚟，砸碎咗張台上面嘅水杯，玻璃碎片飛得到處都係。佢聲嘶力竭咁喊：係，我犯咗錯，但你哋知唔知佢有幾強勢？我返到屋企連講嘢嘅權利都冇，我成日都要睇佢個面色行事，呢種婚姻我早就受唔住啦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楊卓拿衝入會議室，個眼入面滿滿都係憤怒同心疼。佢將一份病歷狠狠咁摔喺張台上面，大聲咁話：你仲有面講？我妹為咗幫你生仔，子宮膜薄到0.3厘米，醫生都話再懷就係玩命。你唔單止唔珍惜佢，仲做出咁傷天害理嘅事，你簡直唔係人。羅仲謙嘅劣跡唔係第一次曝光，早喺2012年。佢前女友傅穎就公開指控佢腳踏4條船，仲出示驗傷報告，顯示被痛毆至面部淤青。傅穎接受訪問嘅時候，聲淚俱下咁講述自己嘅遭遇。佢話羅仲謙喺同佢交往嘅期間，仲同時同其他3個女子保持住曖昧關係。當佢發現之後，同羅仲謙發生爭執，結果就遭到羅仲謙嘅暴力對待。個面被打到淤青腫脹。羅仲謙雖然召開記者會道歉，但否認暴打，話只係推搡。然而佢嘅解釋並冇得到公眾嘅認可，佢嘅渣男形象從此深入人心。此外，羅仲謙仲捲入2012年猛男歪照案，被捕自願為富二代劉定成拍攝赤道照。嗰時呢起事件引起社會嘅廣泛關注同譴責。羅仲謙雖然否認參與非禮，但劉定成喺庭審入面直言，佢羅仲謙好主動，話想攻。呢一句言論再次將羅仲謙推向輿論嘅風口浪尖。事件曝光之後，香港網友喺連登論壇發起羅仲謙渣男指數投票，超過90%參與者選擇頂級渣男。網友嘅評論好似潮水咁湧嚟，每一句都充滿住憤怒同譴責。楊怡圖佢咩？圖佢年紀細？圖佢會家暴？一位網友憤怒咁寫道：楊怡咁優秀嘅一個女人，為咗佢放棄咗自己嘅事業，全心全意咁照顧家庭，結果換嚟嘅係佢嘅背叛同傷害，佢簡直唔係人。子宮唔係提款機，係生命嘅搖籃，唔係你哋休家嘅生育工具。另一位網友義正言辭咁話：羅仲謙嘅行為嚴重侵犯咗女性嘅權益，佢應該受到法律嘅制裁。TVB 應該封殺佢，呢種人不配出現喺幕前。仲有網友呼籲到，佢為娛樂圈帶嚟唔好嘅影響，唔可以俾佢繼續禍害觀眾。面對輿論嘅巨大壓力，羅仲謙選擇喺9月30號召開記者會，試圖為自己洗白。佢身穿黑色西裝，個樣憔悴到唔得。開場就鞠躬道歉，
我對唔住楊怡，對唔住兩個細路。佢個聲有啲顫抖，好似真嘅認識到自己嘅錯誤。然而，當被問到代孕協議嘅時候，佢突然激動起嚟。嗰個係佢楊怡主動提嘅，佢話想為我生個仔，我拒絕過。呢句話一出，全場譁然，記者們紛紛提出質疑，要求佢拿出證據。但羅仲謙就支支吾吾，冇辦法提供任何有力嘅證明。離婚之後，楊怡宣布復出，接拍 TVB 新劇《黑色月光》。喺首場記者會上面，佢身着優雅嘅禮服，個眼堅定而自信。佢哽咽住話：9年，我失去咗自我，但從今日開始，我要找回楊茜瑤。佢嘅呢句話贏得全場觀眾嘅熱烈掌聲。楊怡仲表示，佢會利用自己嘅影響力，為女性權益發聲，令更多嘅女性認識到自己在婚姻入面嘅權利同價值。佢希望透過自己嘅經歷，鼓勵嗰啲喺婚姻入面遭受唔公嘅女性勇敢咁站出嚟，維護自己嘅權益。呢場持續咗9年嘅婚姻悲劇，撕開咗娛樂圈光鮮表象下嘅殘酷真相。當愛情淪為權力柔膚，當子宮成為交易籌碼，婚姻就唔再係幸福嘅港灣，而係吞噬靈魂嘅深淵。楊怡嘅遭遇為所有女性敲響咗警鐘，喺婚姻入面，經濟獨立同自我尊重一樣重要。女性唔可以因為愛情而失去自我，唔可以將自己嘅幸福完全寄託喺其他人身上。同時，社會都需要為女性提供更多支持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，加強對女性權益嘅保護，令子宮唔係提款機，唔再係一句口號，而係每個人都可以踐行嘅尊嚴。